我哋今日做嘅動作係坐姿提膝 ，Let's go！ 呢個動作主要係針對髖關節屈肌嘅訓練，幫助管理同埋預防退化性膝關節炎。首先，我哋坐喺凳上邊，雙腳平放地面，然後將膝頭哥向上抬起，稍作停留後，慢慢翻返起始動作，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每邊重複動作3組。又係你啊！勤力喎，記得 follow 埋我哋，睇埋我哋其他片，咁你就可以得到最新嘅資訊。下次見啦，拜拜！